想買幣？第一步，記住去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載 Binance App 先。Binance 係全球最大嘅加密貨幣交易所，新手都啱用。打開 App 之後，撳註冊，用你 email 地址填返啲基本資料，簡單幾步搞掂。記得要入一個強密碼，保障自己資產安全。重點嚟啦，記得喺推薦碼、邀請碼位置輸入我下面留言區嘅專屬推薦碼，咁你可以即時享用手續費8折同埋有機會攞額外獎勵。瞄好錯過，跟住 check 返你 email， 輸入個驗證碼，確認身份就得啦。全程10零秒超方便挑地，咁就註冊好啦。再做好 KYC 認證就可以入金炒幣。Binance 喺全球交易所一直排第一，夠安全又流通量大，日夜都有人交易，你放心用啦。仲可以參考埋 App 入面最新熱門幣種，搵下機會。最後一步，記得完成身份認證同入金，等你準備好進軍加密世界。其實用 Binance 好簡單，用推薦碼註冊即享回贈，快啲去試下啦！